岸格呢個姿勢咧，呢個動作通常都會喺3個時候會進行嘅。第一個時候咧係喺比賽開始緊嘅時候，比賽之前咧，雙方劍擊者都要採取岸格呢個姿勢，準備迎接對手呢個進攻。第二個時候係攻擊緊嘅時候，無論喺攻擊或者反擊之前呢，劍擊者都需要做好岸格呢個姿勢，並且可以迅速咁發動攻擊或者做好防守。第三個時候呢，係當對手發動緊攻擊嘅時候呢，劍擊者翻返去岸格呢個姿勢，並且準備迎接攻擊或者迅速咁進行反擊。好岸格呢個姿勢呢，係需要雙腳站立，並且 L 字腳，並且成個人要坐低啲，隻手要微微屈曲。我係陳日森，之後我會介紹劍擊嘅弓步。弓步係乜嘢呢？進攻步法啦，前腳踏出，後腳蹬直，就好似彈弓一樣射出去攻擊對手嘅。而弓步係幾時用呢？有3種方法嘅。第一咧，主動攻擊啦，睇準對手嘅空檔啦。第二咧，反擊啦，擋開或者躲開對手攻擊後嘅。而第三咧就中距離，一腳踏前就能擊中嘅距離。而點解弓步咁重要呢？即係快扯遠啦，同埋比行路快，攻擊距離又會大增喎。然之後呢個弓步咧就係比賽嘅核心嘅，係主要嘅得分手段之一嘅。接下來會呢位黃偉培同學介紹呢個弓步嘅姿勢如何使用嘅。好，首先啦，佢會好似岸格嘅姿勢咁樣，實腰挺直啦，隻腳微曲啦，手啊擺後面啦。然之後隻手咧伸出去，手臂完全伸直嘅，指指目標嘅。然之後再睇清楚佢，隻手都係挺直啦，隻手放低咗先，佢又放翻直啦。OK，然之後當對方係向前面有人啦，然之後睇佢好，佢係先再出腳，前腳要最快出前踢，然之後後腳慢踢，後腳用力挺出，把身體推出去嘅。而落地咧，隻嘅前腳咧應該柔軟着地，身體保持平衡嘅，隻手我擺翻低嘅。然之後擊中對手，然之後 recover 啦 retrieve 啦，然之後速回手啦，後腿彎曲啦，然之後拉回起始姿勢，呢個就係弓步啦。劍擊嘅轉移係一種間接進攻還擊嘅技巧，透過劍尖繞過對方劍或下方上方移動，改變攻擊路線，攻擊對方暴露的部位。常用於花劍，作為結合式進攻，形成進攻轉移還擊。咁咩嘢係轉移？核心概念喺對方進攻後，不是沿着原直線攻擊，而係透過劍尖繞過對方嘅劍，改變攻擊線路，攻擊對手嘅開放部位。